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46节到55节，《撒母耳下传》第7章18节、23节到29节，《加拉太书》第3章第6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吗？信甲毋信其实差别真大。台湾人常常咧讲宁可信其有，就是讲就算明知知影迄个无啥功效，嘛要信啊。宁可加信遐个无解通信的，嘛无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机会。但是事实上，对一个真正需要去信的，真侪时阵却无愿意相信。咱若是去病院看门诊，当医生甲咱讲咱需要开刀治疗的时阵，病人这个时阵就必须会通相信医生的话。若无要安怎会通接受治疗呢？但是有真侪人伊宁可相信迄个偏方、秘方，却无愿意相信，也是讲接受医生的建议。虽然咱知取得第二个医生的意见嘛是真重要，但是这并毋是代表毋相信，只不过是更较细致尔点。信仰基本上嘛是安尼，咱当然是需要单纯的相信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嘛，得爱小心来纠正。若无，咱就真容易受到迄个异端的影响，就看袂到异象。之前咱也捌引用过今仔日的经文《撒母耳下传》第7章的经文，讲到大卫王的儿子，咱拢知伊受到上帝的拒绝，上帝无爱互伊来去做圣殿了后，伊却会通继续来对上帝献上伊的儿子。讲实在，这是真正无简单啦，无容易的一项事。但是安尼生命基本的态度呢，就是因为伊的信心，伊相信就算是上帝拒绝伊，上帝依然是迄位赏赐恩典予伊的上帝。大卫安尼讲：至高的上帝啊，你为着我所做的一切，我真正是袂堪得啊！我的家族也袂堪得。大卫其实伊亲身经历着上帝对以色列民族国家的保守，因捌面对强敌非利士人的军队，以及因的大将军歌利亚。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上帝予以色列国脱离埃及做奴隶的生活，偷放因对埃及出来，就好亲像诗篇126篇的大卫的儿子安尼讲着：上主带阮倒转来锡安的时阵，阮亲像做一场梦，阮真欢喜，阮快乐唱歌。别个国家就议论纷纷讲，上主为着因成就了大事。是啦，上主为阮成就大事，阮是哈尼啊快乐。上主啊，求你将阮带转去阮的故乡，亲像甲水带转来打去的河内底。愿流目屎野种的人拢欢喜收割，
带着种子流目屎出去的人，得爱抱着规捆的稻草，欢喜倒转来。这是咧形容受掠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也因为以色列人捌相信、捌受救赎，所以因就愈来愈强盛，成做一个大家拢知影的强的国家。因为相信上帝，上帝就互以色列国成做义人的国。代表来讲，世上无有一个国家亲像以色列，你救赎以色列人民脱离做奴隶的所在，互因做你家己的子民，你为着因做伟大奇异的事，互你的名声传遍全世界。你对埃及讨放出来的子民，无论到伫什么所在，你拢甲异族甲因的性命赶走。你互以色列永远做你的子民，你上帝啊，你做因的上帝。因为安尼代表更加是将家己的国家后代拢交托伫上帝的手中。伊阁安尼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实现你为着我甲我的后代所做的应允。求你永远照着你所讲的话行。愿你的名永远受到尊重，愿人民永远来学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你要世世代代稳固我的王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我大胆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因为你将我甲这个一切我你的仆人启示出来，甲我讲你要立我的后代做王。至高的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永远守你的承诺。你对我做安尼奇妙的应允，现在求你欢喜赐福，互我的后代，互因来继续。大卫的祈祷完完全全是因为伊会相信上帝奇妙作为甲保守。保罗写予加拉太正教会信徒的批中间，也提醒因相信的重要性。因为相信人就要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成做亚伯拉罕信仰的子孙，就是蒙福的人。保罗针对加拉太地区正教会中的外邦人安尼讲着，就亲像圣经提到着亚伯拉罕的时讲，伊信上帝，因为伊会信上帝认伊做义人，所以恁着知影有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。圣经有言先看到，上帝互外邦人因为信来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所以早就将这个福音传予亚伯拉罕，讲万民拢要借着你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亚伯拉罕相信，所以伊得到福气。安尼，一切相信的人也要对伊同款来得到福气。遵守律法，借着人拢是活伫迄个咒诅的下骹，因为圣经安尼讲，若毋是事事遵守法律，册顶悬一切规例人，拢要受到上帝的咒诅。可见无有人会当靠着遵守法律来得到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因为圣经安尼讲，因为信来得到上帝甲伊有合宜关系的人，要得到生命。人毋是凭着家己的好行为来被称做圣，
咱是因为相信上帝的救恩来得救。虽然安尼，人袂话无有行为来印证家己的相信，因为无有行为，伊的信是死的。这是雅各所甲咱讲的，就好像亲像一个病人，若只有伫遐讲啊，医生啊，我相信你，但是却一再伫迄个所在来拖延，无要照开刀有约的时间去接受开刀，无要接受手术治疗的时阵，即个人的病，哪有可能会当得到医治呢？当然是无可能吼。相信吗？那安尼就爱活出迄种信的生活，互咱家己来得救。感谢上帝，互咱因为相信来得救；感谢上帝，互咱因为相信来被称义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坚定阮的信心，互阮会通因为信来得救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